继续来讲南非，有丰富的地理景观，有壮阔的动物生态，有多元的族群文化。每一年拢吸引真侪观光客，创造几啊千亿的观光产值。南非政府老早年的1898年就看到生态的重要性，成立全球第一座动物的保护区。南非的隔壁国纳米比亚是非洲第一个把环境保护列入到宪法的国家。近年来，佫推出着生态旅游，带游客坐吉姆仔车看山坡的美景，或者是坐船甲海拔近距离来接触。这款产业的模式，是不是会当带领非洲走向永续之路，翻转散车落伍呢？继续看咱的报道。非洲大陆充满野性魅力。当年5月到9月，非洲进入冬季，大树无雨，树叶啊落袂了去啊。动物大部分拢集中伫还未打起的水源附近，这阵正是观察因上好的时机。采访小组坐吉普车，展开一段冒险的旅行。我们现在在看到一整群的非洲象群啊，有看到妈妈就带着一些小象，而且小象现在正在喝奶，非常非常温馨的状况，可以一起来看一看。妈妈带着小象在过马路，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声的讲话，不要打扰他们，不然会让他们觉得我们有攻击性。这是近年来非洲上受欢迎的生态旅游 Safari。这个词来自19世纪的英语，意思是哪怕拉哪游览。即卖游客拢无牙啦，穿解体相机，透过目睭去看动物上原始的美丽。食饱了，这只象囝真欢喜，短短片嗨嗨的，就来对象母准备了水过河。拄着大规模雨水较浅，埋伏伫水中的酷鱼，找机会要行动。伫家族的护送下，这只象囝平安过河。然后来到岸边，又搁有新的挑战。你看，又上不去的，这只又上不去的。他们都要走路。哎，又上不去，又滑下来的。你看。南非最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就在这里，克鲁格国家公园。在19世纪，是为了要防止盗猎的行为，特别划设了南北纵贯400公里的动物保护区，它的总面积相当于台湾的2/3。现在，克鲁格已经是全世界自然环境保护最好，而且也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公园。早在1898年，南非政府就已经将克鲁格国家公园的所在地划为动物的保护区，变成全世界头一座野生动物的保护区。上出名的招牌景点就是非洲五霸的威风神影。非洲象、非洲狮、非洲豹、非洲水牛甲乌狮牛名列非洲五霸，是上凶猛、上有危险性的动物，珍贵稀有，也毋过嘛因为安尼引来杀身之祸。科学家估计，过去50年来，非洲狮数量减少75%，目前敢若剩较无2万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严重绝种危机的非洲象族群的数量，为20世纪初将近500万只，即马剩40几万只。同款面临灭绝危机，也有互人偷掠真济乌狮牛。偷猎的人将狮牛角切掉了后，故在狮牛失血痛苦死亡。目前全世界乌狮牛剩较无7000只，严重的生态危险。必须非洲国家成立保护区，要挽救野生动物一线的生机。采访小组继续前进，路边的树丛内熊熊有动静。
者西某挖进车队，所有人唔敢出声，佮严禁开。加在因对人类无什么兴趣，车顶人员行到老庆关了后，危机解除。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地理矿块景致，南非逐年吸引将近2000名游客来这观光，近距离观察动物，创造几啊千亿的相机。长颈鹿就在我们旁边，跟我们一起散步。好，我们现在在这个游园的这个观察车里面啊，可以看到这个，只要长颈鹿一看到我们，它会直接看很亲近的人们，直接到我们这边来，真的，头都探进来看我们了。长颈鹿对人们也都很好奇。车驶伫个黄沙中，一望无际沙漠，这是美洲人对非洲上深的印象。我们现在在纳米比亚要进到红沙漠的区域，因为全部都是沙丘，所以其实一定要搭这种特别的这种越野的车，才有办法进到里面。面积超过1400平方公里的死亡谷，又搁被叫做世界上上晚死亡的所在，只能为沙漠的外围行入去，避免无必要的开发甲人为的干扰，维持自然的样貌。寸草不生的沙漠，嘛变成全世界出名的景点。我们现在在红沙漠里面的最大的、最高的沙丘叫做 Big Daddy， 现在要直接往死亡谷下冲了。纳米比亚是全世界头一个将环境保护写入宪法的国家，明文规定，国家应该采取维护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以及可持续利用生物自然资源的国际政策。到底观光旅游甲生态保育如何共存？世界自然遗产纳比米沙海是全世界唯一伫海边的沙漠。当地导游 Peter 带阮爬过沙轮，体验惊险刺激的上山。我刚才已经那个眼睛进沙，嘴巴进沙，鼻子也进沙，所以已经完全就是整个人是一个没有办法正常认知的状态。金毛车沙粒随风伫飞，经过千年的风霜，造就眼前这片世界级的地景。纳米比亚政府规定讲，想要伫生态敏感区进行观光活动，都要先通过生态旅游的认证，包括活动的地点、游乐行为，甚至交通路线，拢有严格规范。Desert environments are generally very sensitive, but everything we do today is on the beach, or later you will see in the sand dunes also when I take you right up into the dunes. We are driving only on what we call the shifting sands. So where we drive here, there's nothing living in the sand. There's no birds making a nest or lizards living in the sand. Because we want to do this, my children's children's children must still have your children's children's visiting us, and that's very important. 守护环境产业才会当迈向影像。So guys, if you guys can take a guess plus minus, how many kilograms does this guy weigh over here? So guys, this guy over here only weighs from 6 to 10, 11, 12 kilograms. It's very huge, a lot of feathers, and he got hollow bones.
remember I still have to fly. 在观光船上都可以看到鹈鹕和海豹都一起登船，和游客来做一个很亲密的接触。这是在纳米比亚很重要的一个海上生态的一个体验，是非常重要的自然环境资源。 So we have got 2.5 million seals, which is more than the people living in Namibia. Highest number of seals, and then less people in Namibia. So we are hoping maybe in the next few years the seals are also going to start to vote. Maybe sometimes we will have some changes.伫纳米比亚海霸岛是世界上数量上济、密度上悬的海霸保护区，几千几万只巴岛圆滚滚的海霸，是当地人气上悬的观光大赛。丰富的生态资源创造大商机，只不过非洲天然的优势，佫唔那安尼尔。 物产丰富，土地真宽，加上25岁以下人口差不多占总人口数的60%，劳动力充足，种种条件，拢互真侪人将非洲当作是有发展潜力的地区。1996年，规个伙仔移民到纳比米亚的丹佛种红帽便是其中之一。1890年，纳米比亚曾经被德国人统治过，所以它有一些的后裔会留在这边，从沙漠里面造镇。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超过100年的德国小镇。真正一个街路繁华闹热的商业区，来到伫纳比米亚中部的景观，可能真侪人认为非洲是善价落伍的刻板印象。很多人对非洲很陌生，特别像我们在这边已经将近30年了，给我感觉，这个像是欧洲的后花园。 当地政局真稳定，又有发达的矿业、渔业甲农牧三大产业。 优良的天然条件，和来到外国打拼的侨胞拍出事业。台湾人还停留以前非洲小孩子吃不饱，然后肚子大大的，然后战乱。但是整体来看，纳米比亚基本上人民都还能吃得很饱，然后治安又好。它本身跟邻近国家来讲，它算比较一个富有的国家。纳米比亚本身是一个资源非常丰盛的国家。 人口数才250万，他如果有一个很好的 leader， 有一个很好的领导人，他可以去把整个国家带向一个非常富有的境界，就是说可以给百姓很好的生活，所以还是蛮值得期待的啦。 把被当作是乌暗大陆、万风之地、非洲之南，全世界富野山差上济所在，也是充满生机的肥土，以生态为名，丰富的文化为底地，改变世界尽头。这片大地正拍拼向前行。